東方日報 107 副刊3屆五行八方向與2015年11月14日3屆五行安床有方夫妻和諧新居安床，若夫妻生肖對沖，不能根據昨天本欄列出最適宜的床頭坐向方位，又或者夫妻生肖不相沖，但睡房實際環境不容許按這些方位安床，怎麼辦？我們可根據地支三合以及地支會方的風水原理，找出較適合的方位。凡是夫妻生肖有一方肖鼠或龍或猴，可考慮正北、東南偏東、西南偏西；肖牛或蛇或雞者，可考慮東北偏北、東南偏南；正西；肖虎或馬或狗者，可考慮東北偏東、正南、西北偏西；肖兔或羊或豬者，可考慮正東、西南偏南、西北偏北。若實際上這些方位都不能安床，還有以下方位供參考。凡是夫妻生肖有一方肖虎或兔或龍，可考慮東北偏東、正東、東南偏東；肖蛇或馬或羊者，可考慮東南偏南、正南、西南偏南；肖猴或雞或狗者，可考慮西南偏西、正西、西北偏西；肖鼠或牛或豬者，可考慮正北、東北偏北、西北偏北。在封建年代，安床以丈夫的吉利坐向為依歸，但現在男女平等，有些妻子的職位、收入甚至比丈夫高，所以兩夫妻應作為一個整體考慮。若找到一個對雙方有利的方位安床是最好的，但如果只對其中一方有利，不要緊，只要這個方位不是另一半的忌位就行了。當然，除了上述可令夫妻和諧的方位，還有各風水門派的簡陋方法。方向如